香港地方雖小，但係傳統文化就包羅萬有，好似太平清醮、盂蘭勝會同搶包山呢啲節慶節目，都係香港傳統文化嘅縮影。每逢農曆2月13，全港20幾間洪聖廟都會喺呢一日慶祝洪聖爺嘅誕辰。其中就以上水河上鄉嘅洪聖寶誕最出名。參加洪聖爺寶誕，洪聖爺誕，好高興，好隆重，成家人開心咯。睇出大戲，食盤菜，睇舞獅。洪聖爺原名洪熙，係唐朝嘅廣利刺史。佢上知天文，下通地理，能夠預測風暴，為漁民商旅平安出海作出咗唔少貢獻。不過後來就因為辛勞過度而早逝。受過佢恩惠嘅沿海居民就為佢起廟宇，紀念佢嘅功績。後來由歷代皇帝節節加封，去到宋代被封為南海廣利洪聖大王。河流同海洋一直以嚟都係人類賴以為生嘅重要資源。其實中國南方包括埋香港，早喺天后娘娘出現之前，早已經有供奉南海神靈嘅傳統。北有北帝，而南面就有洪聖爺。除咗洪聖爺廟之外，香港都有唔少地名同呢個南海守護神有關㗎，好似係南丫島嘅洪聖爺灣，仲有灣仔嘅大王東、西兩街，亦都係由洪聖爺嘅名號而嚟㗎。河上鄉民篤信洪聖大王，一直以嚟都虔誠祈求神明庇佑，福澤鄉民。呢一條有800幾年歷史嘅古村，亦都由此流傳住唔少關於洪聖爺嘅古仔㗎。有次我聽啲父老講咧，就話日本仔入嚟收村啦，咁啊係男人啊都會捉你去問話啊，去審問啊咁，咁啊嗰啲叫游擊隊啦，匿咗喺條村，匿咗喺個廟入邊。咁啲日本人咧，佢就好迷信嘅比較，咁啊見到啲廟啊，咁佢哋比較尊重，咁佢又冇入去守嘅，冇入去守咧，咁呢班村民咧就逃過咗一劫。雖然香火鼎盛，但係畢竟歲月如梭，洪聖古廟經歷咗百年滄桑，難免開始破舊。喺今年洪聖寶誕之前，村民就集資修復村入邊嘅2間古廟。兩間廟咧，其實咧就已經有成100幾200年啦，非常之殘舊又破落。咁我哋大家河上啲兄弟啊，呢個籌委會啲成員啊，咁啊大家出心出力啦，有錢出錢，啊有力出力，咁啊將2間廟重建成功，咁啊對我哋唔止係河上鄉，對我哋後族，對我哋呢個地區都係一件好事嚟㗎。每年洪聖爺嘅誕辰，村民都隆重其事，舉行盛大嘅舞獅表演同獨特嘅搶花炮儀式嚟到慶祝。久而久之，呢一個鄉間習俗亦都廣為人知。喺中國民族傳統入邊，認為舞獅可以辟邪驅鬼，因此每逢喜慶節日都中意打鑼打鼓、舞獅助興。好似洪聖寶誕咁大嘅節慶，又點少得舞獅呢？每年除咗外來助興嘅獅隊，河上鄉更加有自己嘅獅隊，而最驚險嘅就莫過於係梅花樁。搶花炮係香港嘅一個傳統習俗，喺好多神誕入邊都會出現。但係因為搶花炮嘅過程，通常都會有好多村民推讓爭奪，容易發生意外。上世紀60年代開始，香港好多村落已經改為抽籤嘅方式嚟到進行。傳統搶花炮唯一得以保留嘅地方就係河上鄉。花炮有7炮，每炮都有獨特嘅意義：發財、添丁、興隆、鴻運、丁財、吉祥以及係平安。每一炮都寓意住村民來年生活嘅期待。搶到花炮嘅村民可以帶翻屋企度供奉1年，第2年就要歸還。搶炮原本係希望得到神靈庇佑，來年丁財兩旺、大吉大利。但係對於圍村人嚟講，搶花炮嘅意義更加同圍村以男性為主導嘅宗族傳統息息相關。
呢個搶花炮，我哋族人咧覺得咧，就係一個顯示你每一條村嘅實力。因為喺以前農業社會咧，咁啊好多地方都係爭田啊、爭水啊、啲水利啊嗰啲都為咗呢啲嘢糾紛嘅。咁你條村如果能夠多啲壯丁去搶到呢個花炮咧，咁啊意味住你嗰條村咧個實力雄厚、人才鼎盛啊，亦都係代表一個意思，就係話大家都平安大吉、身體健康。喺2011年，適逢洪聖寶誕廟會100週年，河上鄉更加係隆重其事，喺慶典入邊增加咗一個匯聚香港武林精英嘅武林大會。呢啲師傅咧就係嗰啲嚟參與過我哋100週年嘅武林大會嘅，當年我哋喺擂台講手啊，所以都成為一個歷史嘅記憶，係嘛？咁啊，我哋咧就個構思係點解咧？因為呢啲傳統嘢咧，始終同我哋中國嘅武術嘅源遠流長係有關嘅。呢個係振興我哋村莊嘅兄弟大家即係話顯示一下大家嘅實力。條村你有人夠強壯，先至有氣勢噶嘛，係咪？先至唔會俾人蝦噶嘛。呢啲都係我哋中國人嘅本色。香港新界圍村人嘅自強，最終令到呢啲族系得以繁衍生息，甚至有一啲圍村嘅原居民傳統演變成能夠代表住香港嘅文化。盤菜就係其中之一啦。呢一種本來局限於新界圍村嘅傳統菜式，已經不知不覺喺全香港度流行。村民圍埋一台，一齊享用食物，暗喻住團圓美滿嘅意思。菜式分層疊放，就有上下和睦嘅意思啦。有嗰個大盤菜啦，我哋嗰個萬人大盤菜啦。呢個盤菜嘅來源咧，其實就係南宋時期啊，宋帝昺咧南下，咁啊逃難到香港啦。當時就唔係咁多呢啲人喺度居住嘅，都係我哋幾個氏族啦，侯啊、廖啊、鄧啊、彭啊、文啊呢啲咁。但係我哋知道佢係皇帝啦，呢啲先人，咁啊，梗係呢個招呼佢啦，係咪？一家人嘅食物有限，於是收集各家各戶煮熟咗嘅食物。但係咁多食物點樣裝好呢？索性就用個大木盤啦。始終冇變嘅係家境好嘅同家境唔好嘅都會一齊食，免去咗繁文縟節，更加冇分等級咁去入座，不分你我，互相信任。盤菜另一個意思就係承認轉變，譬如係婚嫁、添丁，請村民食個盤菜宴，新抱先至算係入咗門，而新生嘅男丁先至算係村中嘅一員，有權繼承太公嘅遺產。但係恆久不變嘅係家鄉味道。我哋係原居民嚟嘅，我結咗婚咧就移民咗喺英國嘅，就去咗，但係我哋每年都翻嚟嘅。細個嗰陣時都有冇參加紅聖夜誕？有啊，我都喺新田住，即係我外家喺新田噶嘛，我哋都嚟睇大戲嘅。以前就喺祠堂嗰度做大戲咯。以前咧就冇而家呢10年嚟咧咁高興咯，就係我哋本鄉或者親戚啊嗰啲人嚟食咯。但係而家咧外來人好多咯，全部多數外來人嚟食咯。河上鄉呢一條歷史上喺香港數一數二悠久嘅村落，並冇固步自封，一代又一代嘅族人都致力保護同傳承鄉村嘅風俗傳統。希望洪聖寶誕能夠吸引海外華僑回流嘅同時，亦都不斷發揚到全香港，甚至係海外。我哋每一年咧都會耗資差唔多200萬去搞呢一個洪聖誕嘅，參與個盤菜宴嘅人士咧就都會超過1萬人。咁啊，我哋每一年嘅盤菜宴咧，其實如果放翻我哋自己嘅村民咧，其實20-30圍就夠㗎。咁點解我哋搞到1000幾百圍啊？甚至乎我哋100週年咧，就搞到差唔多2000圍啊！咁我哋個目標就係想將我哋嘅文化推廣出去，伸個友誼之手。為咗令到節慶更加熱鬧，洪聖寶誕嘅助慶節目唱大戲亦都擴展規模。除咗搭建咗大型嘅戲棚，每年都會邀請粵曲紅伶1連5日咁表演。河上鄉嘅村民而家唔少都散居去海外。但係對佢哋嚟講，河上鄉係佢哋嘅故鄉。
洪聖寶誕能夠延續鄉情，每一代村民都希望自己村嘅傳統習俗得以源遠流長，一代傳一代。侯家遠喺荷蘭出世，自細喺國外長大。雖然暑假都會返鄉下探親，但係今次係佢第一次參加洪聖寶誕。真係好似搶炮啊！我都未見過，我覺得真係好熱鬧啦！人哋真係要熱情去搶嗰個炮咯，好好睇咯。同埋啲舞獅啊，即係外國都有舞獅去睇嘅，但係冇睇到咁精彩。見到真係我爸爸都幫過好多次啦，咁我都覺得哇，我自己姓侯嘅成為呢個村係一份子嘅，咁我都會諗係真係下次會幫下啫，宣傳俾朋友講啊，俾佢哋睇啊。但係話幾熱鬧咯，真係我哋咁細個，真係咁細個村都可以搞到咁大個happening 咯，自己都覺得都係好開心咯，真係見到。鄉禮鄉俗傳承要依靠後代嘅繼往開來，而喺民間信仰對聖人嘅敬奉，又承載住本鄉獨樹一幟嘅文化。呢啲都係圍村人唔肯放棄嘅傳統。正所謂舉頭三尺就有神靈，咁啊，我哋希望透過，即係我哋唔係當人哋係迷信，不過我哋透過呢啲神誕啊，透過呢啲節慶啊，呢啲活動咧，能夠多啲推廣。透過呢啲活動咧，能夠令市民啊，或者我哋村人啊，或者嗰啲後生嗰啲，尤其是係嘛，能夠尊師重道，係嘛，奉公守法。洪聖寶誕係中國嘅傳統節日，亦都係中國嘅傳統文化。有一眾村民對鄉間傳統孜孜不倦嘅守護，相信承載住不忘故里嘅呢個傳統節慶，亦都可以傳播到更廣闊嘅天地。